女士踏入40歲，經期開始變得唔穩定，半夜潮熱盜汗，容易失眠，呢啲都可能係踏入更年期嘅信號。除此以外，常見嘅症狀仲有脫髮、尿頻同周身骨痛等等。想緩和更年期不適症狀，你需要保持均衡嘅飲食，避免攝入高脂、高糖、高鹽嘅食品，幫助身體維持良好嘅新陳代謝。另外，豆製品有助增強骨骼健康同維持荷爾蒙平衡，仲可以食用滋陰補腎同補充氣血嘅食物，例如黑豆可以幫助補腎益氣，改善腰膝酸軟；紅棗可以健脾補血，改善氣血不足；黑芝麻可以補腎壯骨，預防骨質疏鬆。仲有好多食物都適用於更年期調理，幫助你更輕鬆度過更年期。想知道更加多更年期嘅調理方案，立即聯絡我哋。